好，再来看中部嘛，是昨暝开始来落大雨，伫苗栗大陆线公馆乡出风溪的这个路段受土石绑去，交通断暂。这骑奥多摆的呢，今仔日上班是直接安尼公车经过。另外呢，国道1号这东路的路段呢，是因为落大雨，所以8台车安尼拢做伙，拢总造成1个人死亡，5个人受伤。也那伫分林水那，这水是因规暝到今也袂退，所以今仔日早起7点多也来宣布停班停课。 家具甲红架倒啊，拢浸伫水底，民众敢来当坐伫椅啊，感觉真无奈。受到低压带甲西南风的影响，云林2码透早雷公4那兼透风落雨，其中水那乡真侪所在饮水袂退。早起7点外紧急宣布停班停课，后民众会当整理家园。停班停课主要是因为要让温内乡亲也让清理家园。小松大排那一边，它在出水口跟水利会的那个大排出水口遐倒灌的情形。 路林有石头崩落，过路的民众做伙甲奥多摆扛起来。苗栗27暗时落大雨，大陆线公馆乡出风溪路段的边坡有2个所在石头崩落来，其中26公里的所在有路顶甲电火条啊倒去，砸咧路中央。赶要上班的民众敢来当冒险，甲车扛起来勉强通过。骑慢一点就好了，然后路上那么多热心的人帮忙疏导，对啊。啊，你是要去哪里？我要回我的家，当然不方便了。又来讲啊？又绕到72线去。 公路局苗栗公务单接到通报，随去修理。早起8点50分恢复单线双向通车，后续会继续清理村的土石。现阶段我们早上接获通报后，已经在8点50的时候，那个路段其实已经抢修成单线双向通行。那后续我们会持续把剩余的摊主方跟路面的一些状况再把它排除掉。 国道1号上报136公里，苗栗东路的路段，27半暝11点外当咧落雨，发生8台车拢做一伙的事故，当中有4个大人，2个囡仔送病院。到达现场后，与车辆中救出1名受困妇女，发现为欧卡，随即施以 CPR 抢救后送大进医院。一个50岁姓兵的查某乘客，现场无喘气、无心跳，送病院要是救无倒来，落尾手造成1个人死亡，5个人受伤。也那事故的原因由警方调查当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